我曾经听人讲过，朝花夕拾，拾是人世间最煞风景的事情。因为花已经不是朝时的那朵花，人也不是朝时的那个人。这说法实在是可笑啊！人会变，是因为那人的心不够真；花会变，是因为那朵花不够美。幸运的是，我依然是我，花也依然是最美的那朵花。朝花夕拾，真是太幸运了。